这是幸福的所在。来，赶快坐好，有蛋糕吃哦！有蛋糕吃！哎，老大，来，麦克，哎，小宝，也有蛋糕吃，高不高兴啊？今天是怡娟姐姐的生日，但是这个蛋糕哦，要等怡娟姐姐来切才能吃，知不知道？很好。哎，爱三个少年的呢？对嘞，哎，爱三个嘞。吼，这怡娟实在是啊，今日去寿星，还是走去倒位去安尼？啊，囡仔你等你。哎，新来小姐，你看到阮静华甲怡娟无？哦，有啊，因在内底，也毋过怡娟无说你受伤啊，俊华你照顾。受伤伊是安怎啦？哈？来，哎呦，关妹啊，啊，安怎啦？伊都无说你啊。哎呦，没事就好了。那小朋友等你切蛋糕嘞。啊对吼，行，切蛋糕啊，行。哎，寿星来了！哎，恁坐咯，囡仔用起来安尼太悬啦。哦，生日快乐，这是俊华哥。生日快乐。来，进来，来吹蜡烛啦。哦，吹蜡烛哈，来。哎，俊华哥哥，我的生日礼物嘞，你讲要送我一大娃娃呀？紧来啦，伫倒位啦？俊华哥哥，伫倒位？我马上摕你哈。我来去看卖。好。是安怎我会生气？是安怎我看到怡娟甲俊华亲密的模样，我会无欢喜？目屎切切的，心肝头吼爱放较开咧啦，唔通干那吼啊伫咧回想过去，迄叫做执着啦。啊，一个人吼若执着伫过去吼，家己的心肝是加艰苦的，应该就爱吼替家己的未来拍算，安尼毋才对。你还阁少年呢，你未来吼要去面对真侪，互你安尼想都想袂到的代志，所以你得学习讲安怎样去面对。安怎样去接受，啊，佮安怎样放下？秋波，其实你讲的这个道理，我拢知影，只是我定定在想，为什么相爱的人，
到最后拢袂用得斗阵。为什么美好的事情总是袂用得永远？啊，无你讲啊，什么叫做永远？永远哦，唔是一种事实啦，伊是一种信念啦。人的心肝内若有一寡吼美好的回忆，迄就是永远啦。啊，你若讲敢若有永远的美好回忆，安尼嘛还无够啊！你著爱当吼每一天都安尼快快乐乐伫咧过日子，安尼毋才对。啊，我是发觉讲，自从俊华出现以来吼，你加真有笑神啦，啊嘛加真快乐，敢毋是？也毋过我感觉，我家己即马就亲像一个大傻瓜。哈，你如果讲迄，有代志，等下厝才讲。迄老路的车，我咧等下你。小兰啊，你腹肚会晓无？小婆请你来食迄个日本料理好无？好啊，凊彩。无安尼啦，看你要食啥吼，随在你拣啦。看是要盐茶啦吼，还是广东料理啦，四川菜嘛好啦，你家己拣啦。唔免啦，小婆、罗董，我真是食袂落，恁家去就好啊。心兰啦，俊华叔来了。新兰，你别走啊！你等我一下啦，新兰。新兰，你听解说啦。新兰，心兰啊，你嘛给俊华一个解说的机会。啊，车先停了吼，啊，当家喏，恁家己少年家己去超车啦。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停车了停车停车。我不爱停车，我即摆啥物拢无想要听，啥物嘛无想要讲，别停车啦！我叫你别停车。听解说啦，新兰。谁人无听我解说？新兰，为什么你连一个机会都无给我？俊华，阿爸问你，你是毋是真介意迄个李小姐？唔知你敢阁会记得2年前，我甲朋友搭乘去爬山，有一个队员不幸摔落山坎。会记啊，哪袂记的？你是对迄阵开始拢无爱去爬山啊？迄个李小姐就是其中的一个队员。为迄个时阵开始，我对伊的印象就真深啊。我哪毋听你甲我讲过？可能这就是缘分啊。后来我伫台北拄到伊，我有甲伊相处一段日子。虽然讲伊表面上看起来真坚强，也毋过我看伊孤单寂寞一个人，我就不由自主想要甲保护。也毋过我也是毋知伊咧想啥。一个查甫囝哭伫遮嘛毋是办法，你感觉应该安怎做，你就紧去做。哎呦，关呢啊！阿姨有喙讲甲无烂呢，啊俊华嘛甲你回息咧啊，你就莫搁哭啊啦，吼！阿姨，俊华哥哥甲迄个李小姐是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因无啥物关系啦，伊就是恁俊华哥哥的同事啊，大家斗阵来尔，你莫想伤济啦。我感觉俊华哥哥真介意伊。哎呦，你想伤济啊啦！哎，关呢啊！伊娟大汉啊，对吼，伊嘛18岁啊咧，开始想要谈恋爱啊。啊，毋过俊华伊，唉，互因自由发展啊。我要爱俊华哥哥，敢若听我，敢若对我一个人好。安怎啦？结一个苦闺蜜。我想无呢，是安怎一定要买迄块地？
你毋是讲要先考虑、先评估吗？你转去了后，先莫甲新兰讲，阮磐石要买迄块地的代志哦。是安怎呀呢？是安怎袂用甲新兰讲？敢讲你要等到规个度假村拢起好为止是无？毋是啦，我是惊节外生枝啊。你既然会惊，就应该甲新兰讲毋才对，互伊有心理准备，毋是搁较好？口口声声讲啥物，你拢徛伫伊立场替伊想，搁讲啥物替客谦照顾新兰，你根本就是有口无心。我甲你讲为什么？其实干爹伊足早进前就甲我讲过，伊是要买新兰因老家附近迄块地的计划。拄啊开始我嘛无同意啊，也毋过你敢知影？新兰因老家的所有权早就伫伊的手头啊，所以这件代志是无法度改变的。尤其是我今日看到罗氏建设嘛要买迄块地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迄块地我一定要买到手才用的。真实的吼，我毋知影阁有遮个代志。也毋过，就算是安尼，嘛免着一定要买迄块地啊。你唔捌？若是要由罗氏建设将迄块地买走，也不如磐石将伊买落来。控制权还阁伫阮的手头，安尼新兰的愿望，还阁实现了一天。原来你拢想好啊？当然啦，所以这件代志千万袂使甲新兰讲，知无？原来，不管你做什么代志，做什么决定，拢会考虑到新兰。那安尼，我咧，敢讲我伫你的心肝内，一点仔拢无重要。人生无啥物通好烦恼的啦，你无听人讲啊，都食肥肥，结腿腿，食饱饱，啊，都袂腰巴叉啦。秋伯，我感觉迄是因为你天生个性开朗，搁再加上你见过的世面搁多，所以你才会当这么豁达。嘛袂用安尼讲啊，迄人的观念会用改变的啊。恁转来啊！啊，我工地还一寡代志哦，还袂联络，我来敲电话吼，啊，你跟我讲，是为是你讲我清楚嘛？好，你去敲电话啦，啊？其实今仔日，你唔免搁讲啊，我足忝的，较早休困。我看你不但误会我，嘛降低你家己的智慧。你是凭什么安尼讲我？我会记得你捌甲我讲过，你甲小波熟悉的经过，敢讲迄毋是误会？你搁甲我讲，从今以后，你袂凭表面来判断代志，敢讲你袂记啊？也毋过，这边无共款啊。哪有啥物无共的？也毋是共款误会。怡娟自细汉就伫孤儿院大汉，伊也无啥物亲人啊，所以将我当作爷兄。假使真正要讲阮两个人中间有啥物，莫敢若是兄妹的感情。也毋过，我感觉怡娟，伊毋是安尼想。讲实在，伊到底安怎想，我真正毋知影。也毋过我知影是，伊即马大汉啊，毋是细汉查某囡仔，所以我嘛尽量甲伊保持一个距离啊。想袂到最后也是互你误会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是毋是误会一点仔都无重要，上界重要的是，我无法度接受你的感情。新兰，敢讲我对你的心意，你阁袂明白？你听我讲，即马感情对我来讲，真正是一个真沉重的负担。我真是无迄个能力去受伤，我嘛无想要伤害人。你敢会用予我一个人好好过日子？
也毋过，莫阁讲啊！你真忝，我嘛真忝，咱较早休困好无？小宝，我要先来休困。要你去啉茶无？唔免啦，我还阁等去公司写报告咧。好啦，你较早转去休困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淑玲，安娜，改变主意啊？唔是啦，你唔通袂记你答应我，今日的代志千万袂使甲新兰讲哦。你放心，我知影。晚安，较早休困，拜拜。新兰姐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真歹势哦，我竟然认唔着人。原来你是新兰姐的好朋友哦。无要紧啦，咱安尼熟识嘛真好耍啊。淑玲姐，你拢唔知影，阮俊华哥哥一日到晚咧讲新兰姐，所以啊，我想要替俊华哥哥加了解伊一寡。袂歹哦，张俊华有一个这么关心伊的干妹妹，应该就幸福的哦。既然你是伊的好朋友，你敢会使提供一寡情报互我哈？安尼我转去会当表现一下啊。回去，我嘛趁这个机会，甲因两个人杀作对。安怎？新兰哦，新兰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好女孩，伊嘛是我这世人内底上好的朋友。要毋过，若是讲到新兰的过去，毋是三两句话就讲会了的，嘛毋是一般人料想会到的。其实伊细汉时阵，因兜嘛过甲袂歹。迄个时阵，因一家伙啊，足幸福、足快乐的。是啦，你开啥门的？你是安怎样？那甲迄个俊华见面了，随便咧房间，叫我甲你问哦。我没有啊。没有，我看吼，你是还阁无相信这个人啊。其实我嘛毋是讲无相信伊，我总是感觉讲，我还是无法度接受伊。哈，真奇怪，这个囡仔吼，无论是人品也好啦，人办也好啦，拢总一粒一粒的啊。啊，你看用真速配呢，显然你袂用接受。来到这里求助的人们80%。我还是无法度将课钱放袂记。啊，你安尼哦，开嘴合嘴，你就讲靠钱啦。啊，迄个囡仔当嘛去做神啦。啊，你安尼吼是伫咧折磨你家己啦，哦。啊，靠钱也知影伊敢就欢喜哦，唔通安尼死脑筋啦。我毋是死脑筋啦，我只是无想要放袂记的。当初我去课钱迄一段上好、上真实的感情，即马课钱伊走啊，唯一会用证明这段感情的，就剩我一个人尔。我真是无想要因为人事物的关系，来冲淡我甲课钱中间的回忆。回忆，我都毋是叫你莫回忆，叫你莫想啊。啊，想梦想日子嘛是着爱过啊。啊，你规工敢若想，都袂输讲一个人的心肝去放咧冰箱，还是放咧地下室。迄久了吼，毋是坚冻，就是生菇臭腐啦。安尼就毋对。
咱毋着心胸拍互开，亲像迄窗仔网安尼，啊拍开，日头照入来，空气流通，人嘛才会健康。啊，敢若火有效哦。秋波，你明明就知影我毋是即个意思嘛。我嘛无希望我家己一天到晚拢安尼可怜兮兮。只是就即马来讲，我真是无想要谈恋爱。你毋是不想啦，你是不敢啦，因为你选择逃避嘛。我哪有啦？没有啊，我吼食盐较侪过你咧食米啦。啊，若感情的问题，我那算内行的啦，迄是一门大学问呢啊！一个人哦，如果要选自己所爱，都爱靠智慧啦。啊，若要爱自己所选哦，都爱靠勇气啦。哦，啊，你家己偷偷想，吼。君华，放过我吧。对今麦的我来讲，感情实在是太沉重的负担，我真是无能力搁去受伤，我嘛无想要去伤害别人。你着互我一个人安安静静过日子，好无？心兰，就准讲你唔接受我的感情，也毋过起码你有我留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你保护我。你有权利选择唔面对我，也毋过我嘛有权利决定继续爱你。你知影无？虽然新兰拄着遮尔大的意外，也毋过伊无因为安尼自甘堕落，伊颠倒搁较坚强活落去。老实说，我真佩服伊的毅力。若今仔日换做是我一定袂堪的。对啦，淑玲姐，你转去了后，敢袂使莫甲新兰姐讲我有来找你啊？其实我本来是要找新兰姐啦，要毋过既然等到你，甲你开讲嘛是共款。我是惊新兰姐伊会误会，所以我知影啦，所以你放心，我袂开讲。我才不会没事找事做呢。明显啊，一点仔钱是会当创啥货？哈！爸，你是咪唔知影通弄门哟？歹势啦，我想要欢喜，所以袂记弄门。是的啦。啊是啥物代志遮尔欢喜啊？唔紧讲。爸，我甲你讲哦。我今日去新南老家附近看迄块地哦，结果我发现哦，罗氏的副总嘛拄我咧看迄块地呢。也毋过哦，伊甲地主讲了无好势，我等伊走了后，就随甲地主讲好势安尼。真好，抢伫罗氏的头前，甲地主个条件讲好势，这真无简单呢。那安尼看起来，咱手头的条件甲罗氏比起来，较占赢面呢。无毋对，若是安尼吼，杜家村的 case， 就一定是咱公司的啊。那以目前的情形看起来，确实是安尼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消息呢。子健啊，动作就爱愈紧愈好，赶紧去找地主，甲合约准备好势，甲这块土地甲买起来。好，你放心。喂，请讲话。喂，先生，洗手间哦，这边请。
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无啦无啦，啊我明明在查某袂爽啦。这明明就是你厕所嘛！色狼啊，色狼啊，色狼！来，我做公共电话哦。哎呦，你搞屁啦！别做啊！别做啊！拄则伊甲扇嘴巴，我无翕到呢，我就应家己倒转，搁翕一摆，吼！对啊，你拄则到底有翕到无啦？我翕到啊！我翕到就好啊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相信黄武雄哦，应该出钱将这底片甲买倒转去。安尼你知影无，李先生？你的意思是要甲底片卖给我？哎呀你哪安尼讲话？应该是讲哦，你的价钱出了较悬，我就卖互你啦。来。对啊，先卖你。恁两个早晚的叫钱害死。我出钱买这底片，并不是为着我，是为着要救恁两个。哎呀，李先生，你讲什么耍笑啦？什么要叫阮两个？我今日将底片卖互你哦，我先趁一条细条的，连讲你将这卖互黄武雄，开搁较悬的价钱，趁一条搁较大条的嘛。以后莫搁安尼甲我爸母啊，钱杀恁走。陈叔啊，等阵是啊，你有影真熬早哦。熬早，因为我是讲要量早将这件代志处理好势啦，而且我等去台北还有真侪手续爱办呢。对啦，做代志都要安尼走效率啦。是啊，那安尼咱要倒倒签约哈？歹势啦，阮厝离遮阁有一段路呢，无咱就等遐签的啦。好啊，来，请。这份合约来，你先看一下这是我请阮大叔连夜甲写出来的，若是无啥问题，你在顶员登一个印啊，佮签一个字，咱的合作就正式生效啊。唔免看啦，我也唔捌几个字啊。来，你甲我讲我这印啊要登到倒位就好啊啦。来，登遮啦。好。标准的装卡啦，1点仔读到了。安尼。来，还有这份来。打咧！你打我你啊！我讲啊，土地你也看什么动脑筋？周先生，莫激动啦！周先生，好我讲，莫激动啦！你这个查某你啊，你欠教是哦你啊！你甲天公照打，土地我以后要卖阮做公的土地，你话我的男人啊！阿川啊，你也莫生气，我嘛是不得已的啊。原来你就是阿川大哥哦！来，等我先扛落来啦。好我讲你听我解释，你甲阮公司合作你绝对袂吃亏啦。你等去啦，阮这个土地绝对袂卖恁啦，等去啦。无啦，阿川大哥啊，世界上无啥物代志是绝对的啦。来，你看阮的客户书，你就知影。以后这个土地会发展成啥物款这对恁地方上绝对是有好处的啦。莫讲是你啊，我相信连你的祖先嘛一定会赞成的啦。就是讲啊，你家己也毋想看卖，家己咧外口欠偌济缴销，咱若无卖地一个月也是要生活。你听啦，查某人爱讲话，查某人爱插啥物嘴？阿川大哥啊，这份客户书你先看卖嘛。来，阮公司的这客户做得真赞啊！超快，看起来是袂歹啦。袂歹我就甲你讲过啊，这个开发案你一定有兴趣的啦。也毋过照你讲起来安尼，这度假村若起好势，恁公司一定足趁钱啊！我土地遮尔啊大片，我要来再讲真在卖你啦。对。你的意思是？介绍爱搁订桥。啥？介绍要订桥？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副总，找我有代志啊？袂得，紧你来吼。坐啦副总啊，是啥物代志？哪会这么神秘啦？美德啊，这几年我对你袂歹吧？在公司我嘛足照顾你啊，嘛互你真侪方便啦副总一向拢对我真好啊。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董事长在你遐放一笔准备金啦，我即马需要急用。啊？啥物？嘘！
你要用迄笔钱哦，袂用的啦。若无经过董事长的允准，谁拢袂用迄笔钱啊。我当然知影啦。我会用迄笔钱哦，嘛是为着公司啦。阮阿姐吼来度假村吼买土地的代志交我负责。最近吼我四界去看地啦，看到一块真好的土地啦，啊若唔紧送订哦，一定会去互别间抢去的啦。也毋过，你会用正常的管道向董事长报告啊。假使董事长感觉会用的，伊就一定会。我无时间通去等啦。做生意吼讲的是快很准啦。最近阮阿姐目睭内底只有张君华啦。我若无趁这个机会吼来抢回来，我安尼以后吼就无法度翻身啊。我若去人讲钱哦，你敢有好日子通搁过？也毋过副总，你敢无其他的办法啊？假使咱两个若去互发现，就等于是监守自盗啊。你放心啦，我会趁咧阿姐吼发现进前，摕一笔钱互你报答。副总，我……哎呦，这桩代志若成功吼，你真紧就变罗总夫人啊！哪会到即马阁无看到新兰？平常时啊，伊毋是透早就会来退我经理办公室。伊敢会是惊看到我，或者是根本就无愿意阁看到我？你摕资料来啊！你莫安尼轻松嘛，敢若当作咱两个人无熟识共款，情人做不成，还阁用去做朋友啊？你莫感觉不自在啦？我哪有？哦，原来你秘书伫咧遮哦。哎呦，董事长哪会安尼啦？要找张经理，就请你秘书来找就好啊。哪会着阁叫我走一逝啦？董事长咧找我信。嗯。哦，我先寄来去。林秘书啊，有一件代志我实在就想要请教你的呢。你甲董事长也阁有张经理，到底是啥物关系啊？是安怎因会这么照顾你，这么关心你啊？无啊，阮哪有啥物关系？美德姐，你莫误会。哎呦，看你这么啊无辜，我想吼，你就是用这款方法，甲一寡高明的手段，才会当大小通吃哈。美德姐，我拄则毋是已经甲你解释过啊？阮一点仔关系都无，你哪愈讲愈离谱啦？李新兰，你是咧嚣摆啥啦？莫讲我无甲你提醒哦，人张经理哦，已经有一个赤白白未婚妻啊啦。莫到时阵哦，人闹到公司来，安尼就歹看哦。伊是毋是有未婚妻，拢甲我无关系。我也有代志，我先出来。休闲度假村计划书。董事长，你找我啊？这个长生哦，有去看你这块土地，你跟我来看卖。哦，好。哎呦，副总啊，是啥物代志？哪会气到安尼啦？真正会气死我啦！你知影我阿姐哦，找张俊华去创啥物无？因两个哦，去看我顶代看到迄块土地啦，可恶啊！我看到的土地，并且要找张俊华去看，伊是捌啥啊？好啊啦，莫搁去啊啦，来，坐来嘛。你看，这是啥物？哎，这毋是张君华做的迄度假村的计划案？
美德啊，你是安怎摕到的啊？我当然哦，有我家己的办法啦。真好，有这份刻画案哦，我一定会找出伊的毛病啦，做一本吼比伊较好的啦。这本是副本的啊，正本的。别加。美德啊，你按算吼要安怎处理这份正本的啊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找到替死鬼啊，绝对无人会怀疑对你遮来的啦。美德，你愈来愈亲像做大代志的人啊。对啦，迄笔准备金吼，你紧摕互我。地主迄边吼，我会赶紧来处理就好啦，哈。OK。爸，今日我去找迄个地主签约，结果伊唔拿反悔，而且佫想要丢原价呢。这是生理上真事上的代志，无啥物好当大惊小怪啦。也毋过罗氏建设，伊即马嘛就想要将迄块地买落来啊。若是叫因地主先得，安尼要安怎？免紧张，这是地主若是要丢原价的时阵，挑鼓会放出来的风声啦。较早我咧做土地的买卖时，定定要碰到这个情形。安尼要安怎？咱敢要跟进啦？咱小较有耐心，观察一段时间看卖。地主开出来价钱若是有合理，罗氏就一定会争取。但是地主若是丢原价，价钱收过离谱，罗氏就一定会放弃。到时阵咱才出手，甲价钱压互价，一声就买起来。话是无毋对啦，也毋过我烦恼到时有啥物事较差，咱无把握时机，安尼毋就前功尽弃啊？当囡仔，放心啦，你毋通袂记，咱的手头阁有一张王牌啊！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你毋通袂记，咱的手头阁有一张王牌啊！你是讲新兰因的老家？无毋对，新兰因兜迄间厝，站伫即块土地的上头前，算是出入口。将来毋管啥物人，若是买着即块土地，若是无甲咱合作，根本就免想要开发嘛。袂用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买到迄块地，安尼才有法度将新来老家保掉。哦，你这等。阿姐，阿姨，姐，你来走来。哦，你过来找恁金华哥哥吼。哎，金华哥哥还袂转来啦，不要紧，你不用开讲，我打电话叫他下班就回来。哎呀，唔免啦，阿姨，我吼毋是来找俊华哥哥的，我是拄好经过，所以先煞入来看你尔。哎呦，你看你就是这个塞奶啦！等下我接电话。喂，嘿是，啊，晋尚哦，有啦，阮头有伫厝的啦。哎呦，你若安尼讲啊，拢老自古啊。好啦，我叫伊过甲你看看啦。哈，好好好好。啊是安怎啦？竟然有啥物代志啦？迄个晋尚因兜啊，什么大门怪怪，叫你去遐看一下啦。迄叫开锁去创就好，找要创啥啦？啊，伊怎安尼一时来哦？我去，我去。你这样甲安尼哈，我就甲伊讲你伫厝的啊，你是干哪啦？拜托个，正常你也毋是袂了解，迄大人大姐大项代志啊，都找我哪有做时间？什么时间？人迄是老主顾嘛，你讲安怎无想要去吼？你嘛是较勉强去一逝。等你转来吼，我泡好茶互你啉啊，好无啦？啊好啦好啦，即摆算正常扣着，我就互伊做一个面子啦。啊，你要等叔叔回来哦。等我。紧去啦。哦，你若招哦，就食你一步的，啊，你若甲那个奶一个吼，就无法度啊。
我先来去哦。好啦。爱泡茶等我哦。好，阿姐，拜拜。是啊，好，等今晚剩咱两个，我们好好聊一聊。来来来这边。怡娟呐，咱讲正经的啦。你讲生日吼，我看你遐尔啊伤心哦，阿姨拢伫烦恼讲吼，你敢会以后拢袂插恁俊华哥哥？你哪会啦？自细汉俊华哥哥上听我。阿姨，我迄天吼会遐尔啊生气，迄是因为我常常无法度反应啊。转去厝的吼，我嘛想足多啊。其实我敢若对俊华哥哥伤扯。对嘛，安尼毋知是懂事的好女孩。阿姨，有一项代志，我毋知影我应该甲你讲无？啊，倒有啥物话明你讲啦，阿姨也无甲你当成外人看呐。来，甲阿姨讲什么代志？阿姨，我毋是家暴哦，真实的，我是为着俊华哥哥好。甲俊华有关系哦？什么代志？你紧讲。阿姨，你还阁会记迄天甲俊华哥哥斗阵来育幼院迄个李小姐无？我听讲伊的过去，敢若有真侪故事哦。这少年哪有啥物故事啦？伊吼敢若无爸无母，高中的时阵，就吼甲因小弟两个人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。今日笑的话啦，有时我家己安尼忍耐袂牢咧想，你若是我的囝，毋知要偌好咧。如果你若真正是我的囝，安尼我的事业、我的公司、我的理想，就有人会当继承落去。董事长，你是看得起我？嘛毋是安尼讲啦，顶边吼，我伫幼儿园看到你甲你的爸母感情遐尼啊好。遐尼啊亲，我实在是真欣羡。其实我的爸妈对我比较像朋友，无像咧对后生。而且吼，伊嘛拢真好客哦。假使当初你若无去嫌，希望你定来阮家佚佗。我想阮爸妈一定会真欢迎你。好啦好啦，啊无，咱过来下面遐看较清楚咧。好啊。较犀利哦。好。这私人的土地呢，你哪会使去买啊？走！你紧走啊！啊无吼，我要叫警察啦！你唔通误会，阮唔是歹人啦，阮是专工为台北来遮看地。看地哦？啊，恁是？我是罗氏建设的张俊华，这位是阮的董事长。啊，我想到啊啦，之前吼有一个罗先生吼来看过地啦，伊讲吼伊是罗氏建设的人啊。迄个就是我的孙仔啦，啊，就是伊甲我报讲即块地袂歹，我毋才会专工落来。罗党的啊，毋是我团的哦，你咧讲大声话咧臭屁啊！恁这孙哦，足有眼光的啦，你都毋知咧，阮这个土地哦，偌济建设公司伫咧照相咧。对啊，遐透早吼，拍摄建设公司的人吼嘛来过啦，人以后我有生意的呢，连条件吼拢传好啊呢。其实
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。对啊，听透早吼，拍摄建设公司的人吼嘛来过啦，人以为我有生意的呢，连奖金吼拢传好啊呢。原来攀石建设对这块地也有兴趣，那安尼地主吼一定会趁这个机会吼加官建设。恁敢唔介意签契约？无啦，这块土地是阮的祖公啊放我，我老公清清彩彩甲卖掉，我喺心中考虑啦。哦，敢讲攀石建设开互恁的条件，你有啥物所在无满意是？啊是吼，当厝顶吼有安讲啊，你看阮地遐尼大片啊，保留啊遐尼完整啊，不管吼是啥物建设公司吼买着，拢赚着啦。对啦，这块地哦，无论是要起大楼，还是要起馆、搞羽球场，起啥物拢一定趁钱的啦。总袂使讲建设公司伫咧趁钱，啊，阮卖土地的地主伫咧了钱的道理啊，对吧？歹势哦，交了，阮当厝顶还有其他代志，林刚再来拜访，多谢恁，多谢恁，当厝顶。啥物啊？你安尼都要走的？小等一下啦，阮阁会使吼带你去看卖的啦。林刚再过来了，老邓啊，啊一大路遐远来，安尼就要转去哦。对啊。老邓诶。你无来钱吼？唔要紧啦，人若老吼，这官职就会该叫该要啦。哎呀，无安尼啦，咱先休困一下。唔免啦，我阁行会去咧，咱阁行啦，吼。哦。哎，我看无安尼啦，我来甲你爱。袂用的啦，安尼哪会好意思啦？我无问题啦，较早咧爬山登山队拢嘛我咧带的，队员咱徛袂顶人拢我咧爱呢。来，我爱你爱。歹势啦，这安尼哪好意思啦？袂要紧啦，我真正爱发你来啊。安尼哦。啊。还可以哈。麻烦你哦。实在是真歹势啊！本来是叫你吼陪我来看土地，想袂到土地看无成，就搁害你挨我入山。莫安尼讲啦，唉，其实拄则咱看迄块地，拄好伫咧新南人祖厝的顶头。我对迄块地吼有讲袂出来感情。实在是真可惜啦，这拢爱怪迄个地主阿川啦。伊安尼目睭内吼，敢若有金钱尔，无采遐尼水的金地，啊遐尼好的地，插互利用来咧做争夺金钱的工具。假使因祖先若地下有知吼，一定会足受气。是啊。啊，即摆攀石建设嘛咧销售即块地咧，所以我想讲吼，莫在即个遮尔敏感的时阵吼，去互地主，也是讲攀石建设吼，去互利用去。所以咱换的是搁观察一淡仔来讲。当处长讲的真有道理呢，即摆静观其变是上好的方法。俊华，你会忝袂啦？你休困一下无？忝我是袂忝啦，巴肚等抱下腰。莫讲你枵啦，我嘛枵啊。咱落山吼，先来找一间餐厅来食饭，吼，啊食饱再转来台北。好啊，我小等一定加食2碗公。哎。代志吼就是安尼啦。唉，想袂到这李小姐有遮尔啊不幸的过去。我虽然头前无听到，不过呢听起来，这李小姐确实是一个真坚强的查某囡仔。对啊，啊遮少年就食遮济苦，这听着我唔甘呢。阿姐阿姨，你敢袂感觉像哥哥甲迄款人做伙，安尼唔好？哪会？吃苦的小孩最懂事。关内啊，阿姨甲你讲。咱做人吼都爱互相，啊！你即马知影李小姐的身世吼，你就更应该帮君华哥哥吼对她好一点。我，哎呀，你甲想看卖啦，
伊家己一个人安尼真可怜的。你吼，阁有阮啊，阁有院长，啊，阁有幼儿园的小朋友，伊啥物会拢无咧。他哦最需要关心啦。好啦，阿姨，我知影啦。以后俊华哥哥若是带伊来育幼院吼，我袂阁对伊无礼貌啊。对对对，安尼毋则乖，哈。啊，我啦，安那啦？我知影像咱俊华这甲的新人，因两个敢若草仔共款嘛，出身低，薪水阁坎坷。毋过无论拄到啥物大风大雨，共款双脚徛挺挺，等待日头。而且，你讲俊华哥哥亲像草啊，什么薪水坎坷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不，英雄毋惊出身低。撩比例也乱比例安尼啊！哎，行，咱来去市场。来，阿姨吼，来去市场买菜吼。我来去找一只泰山啦，足苦气啊！董事长，这附近敢若无啥物餐厅还是饭店，敢若这个袂小食呢，可能要请董事长委屈一下。哎呦，莫讲安尼啦，有诶小食店嘛足好食呢，我嘛真久毋捌食着这款店啊。董事长坐啦，你大打来哦，你的骹无方便，谢你哦。你坐啦。哦。听董事长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啊，真正想袂到董事长愿意踮喺这个所在食饭。哎，我嘛是空手起家呢，过去我嘛捌过一段吼无人知影的艰苦日子。请问两位先生要食啥？电话会。啊，刚好要搁点小菜。好啦，卤猪脚，搁一个白菜肉。好。拢是我爱食呢。哇，你也拄啊好，啊无即摆换你点。皮蛋豆腐，还佫有卤大肠。好。安怎？你无爱食？你点的嘛是拢我上爱食的呢。啊？那会遐拄啊好，啊无安尼啦，咱一人搁点一项啊，咱拢莫讲出来，看会搁共款袂？好啊好啊。啊？哎，两位哪拢点共款红烧吧？嗯。这拄啊好，安尼有够，安尼有够。好，谢谢。来。哪会遐尼拄啊好哈？咱两个介意食的物件，竟然拢共款。我嘛唔知，我哪会遮尔爱食台湾小吃。阮爸妈佫定来讲，唔知我位倒学来。有一种讲法哦，唔知你捌听过无？讲一个人哦，爱食什么款的口味，爱食什么款的菜，这是一种深层的记忆哦。这无定着吼，是你父母的习惯传予你，嘛无定着这是你顶世人吼所留落来一种记忆，会当互你安尼伫不知不觉的中间哦，足自然哦，你就会去介意着迄种的口味。这就奇怪啊！阮爸妈无爱食台湾小吃，无你靠我甲董事长3万年前去共一家啊！哦，哎，讲起来，我颠倒希望讲吼，这世人啊，我会当有一个像你安尼遮尔友好，佮遮尔体贴，佮遮尔重财的后生，安尼唔知偌好。拜托董事长，你看我菠萝我买水翘起来哦。来。晴晴，林秘书，拄则董事长有打电话来讲，伊有代志无要返来公司，你已经下班啊？好，多谢你，我知影。俊华，原谅我袂用回应你，就互我对你的感情放伫我的心肝内。
你是安怎？物件无好食哦，还是你有心事？真厉害，不管我咧想啥，你拢知影。那是当然啊，咱熟识这么多年啊呢，假使连这款小可代志我拢看袂出来，咱敢还阁是朋友？最近我愈想愈想无，到底什么叫做朋友？什么叫做情谊？志坚，你是毋是发生什么困难啊？若有你爱甲我讲哦，我会用替你斗想办法。多谢。要毋过这件代志，你应该无法度。到底是什么代志啦？敢讲甲去度假村有关系？是要买新咱老家迄块土地的 case， 干爹叫我先卖买。哪会安尼啦？恁干爹当初毋是讲好全部要交互你负责，哪会阁改变主意啊？迄个地主，伊想要赌关家，阮干爹当然嘛无想要做攀啊。这嘛无怪啦，刘水安尼想，嘛毋是无道理的啊。假使讲，阮干爹伊只是单纯安尼想，我无会通讲。要毋过伊真正用意，是要用新咱的老厝迄块土地来当做筹码。只要有任何人想要开发迄块地，就要甲伊合作。想袂到刘叔阁有这步。只是要定起新咱老家迄个愿望，恐惊无法度实现啦。迄天你阁讲，想要替新兰圆梦，所以要甲地买落来。想袂到即摆变到安尼。我就希望我会当有钱的，安尼我就有权利会当决定一切。我无骗你，只要有钱，才会当决定家己的未来，才会当完成心内的梦想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钱在做人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歌，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秋婆，是我啦。哎呦，是你哦！啊，我叫是啥物人咧？安尼，这暗你来这工地要创足危险的呢。我是想讲你值夜班，我今日暗时啊巴肚会枵，所以我煮一点仔宵夜来互你食。他先落楼下，这间安尼规个涂骹是安尼坎坎坷坷，危险，你面煮啊好食。多谢你的蚵仔。哎，我甲你讲哦，我今日面吼放在内底，伤久会糊去，我拢唔敢煮伤烂。对啊，安尼拄好啦。啊，你的口味就好。啊，对啦，秋婆，来，今天外套吼是我买互你的，最近日夜温差足大，你吼若是暗时寒，爱记甲摕出来穿哦。多谢啦，你对我这老伙仔遮尔好哦，真多谢。秋婆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嘛对我足好的啊。你想看觅啊？我一个查某囡仔走来台北，假使吼，若毋是拄着你对我伸出援手，我要哪有可能会当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厝，阁有一份安定的工课？其实吼，你安尼家一个出门在外迄款的心情吼，我会当体会啊。就亲像我共款啦，啊，但即马囝儿时势拢无伫身躯边，我遮久毋捌人买衫互我。秋婆，你莫想遐济啦。虽然恁囝因为工课的关系，拢住伫咧国外，无时间转来看你，也毋过即马交通遮尔啊方便，啊，所以你若是想伊，你随时用坐飞机去看伊啊。迄我无爱哦，安尼哦，飞机坐啊远啦，啊去到到位吼，我都爱去看阮囝，看阮新妇的头面哦。我安尼家己一个家我自在咧。哇，实在足害呢！原来秋婆你想要家己一个人自由自在过日子，也毋过想袂到，再去互我甜着，这声真正是害人呢。哎，唔通安尼讲，唔通安尼讲，
我都颠倒感觉讲吼，咱熟悉了，咧过这款日子吼，较有意思啦。秋婆，我甲你滚耍笑的啦。你这查某囡仔。好啦，对啦，秋婆，你先从今天啥情况买啊？看有下书无？我下书哦。就引导恩呢。啊，秋婆紧食啦，米拢拎去啊。小姐，10点外了，你先食者啦。免啦，我等你回转来，甲我做伙食。无我来打电话叫头家紧转来吼。免啦，今仔日是我甲伊结婚25周年纪念日，伊袂放袂记的啦。对啦，头家绝对袂当袂记的啦。哎，若知影讲你亲手煮好食吼，伊一定足欢喜的。汤拎去啊，帮你去烫烧。好。喂，刘立伟。难道呀？你好，你好。正话搁咧公司加班哦，老董诶，你才拍拼哦。无法度啦，阮公司遐尼细间，我做头家的人，总是爱做校长兼讲经啊。连讲阮公司若是有恁公司的规模，我刘立伟就会当倒咧谈啊啦。电话讲遐久也讲袂煞，是创啥呀？还搁咧讲，急死者！哦，恁伫人生北路遐咧啉酒呀？我过去若是敢若甲担当的拄仔咧啉酒应酬，就无啥意义。但是伊讲有日本的客户伫的呢，我若过。加减会当探听到日本的财团要伫台湾投资度假村的消息。老董诶，你到底要来无？哦，好啊好啊，迄个所在我知啦，我随到。哇，这么晚还袂困？搁咧看这个不男不女的人咧搬戏哦，啊！进来看，真好看咧。华来，妈妈有代志要甲你讲，来。妈，我今仔日真正足忝的，有啥物代志咱明仔载讲，好无啊？袂用你啦，哎呦，我惊你人讲我就袂爱。你了解你母的个性，你话若无讲煞吼，会绝对失眠啦。伊若失眠就表示讲吼，我今日目睭金金吼，陪看偶像剧，看不男不女，看天光，拜托你，听我讲。哎，好啦，我人都已经坐咧遮啊。有啥物代志讲啊？怀啊，阮已经知影李小姐坎坷身世甲过去啊啦，吼，阮是希望讲吼，你通啊甲帮助啦，吼，甲照顾啦。你哪会知影李小姐的身世？以前听李小姐朋友讲的啊，差点害歹命查某囡仔，任何人都应该斗3工才对呢，何况恁是同事，对不对？对，阮以前唔知伊的来历啊，所以讲吼，阮就反对。啊，毋过吼，阮即马知影伊伫迄个吼困难的环境中长大，我看着实在是唔甘。要紧，阮袂反对啊，你甲伊做伙啦，吼，袂反对啊，吼。可惜伊唔接受。你讲啥？无啊，我哪讲啥？我无讲啥。怀啊，妈妈甲你问一下，你今日遐尔晚转来，是毋是甲你李小姐去约会啊？哎呦，恁是想去倒位去啦？哎呦，真话，这种代志唔通惊歹势。像当初你恁母交你约会时，拢每到3更半暝，甲你我。3更半暝。哎呦，帮忙，拜托一下吼！今仔日我是陪阮的头家去中南部看地，所以才会遮尔晚才转来，哈？是安尼吼。怀啊，你安尼认真打拼、趁钱做工课哦，我甲恁爸实在是真欢喜。毋过吼，你老大不孝啊，你著紧个互去找一个女朋友转来互阮看。我甲恁爸拢足想要抱孙的哦，你知无？拜
乖吼，这个代志吼，人讲食紧弄半碗，总是要看缘分嘛，缘分对无？那无缘。迄天你幼幼演啊，你甲亲自甲恁老爸讲你对李小姐真好感啊，啊，就认真交往看卖一下嘛，对。来，紧带倒来妈妈鉴定鉴定。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子健，你转来，头家。妈，歹势啦！最近我为着拄家孙的 case， 所以毋知接无闲。真来当回。这几年来，因为课前迄件代志，我根本就无任何心情过什么节日。也毋过今仔日无共款。今仔日是我跟恁老爸结婚25年的纪念日，你竟然办袂起？无啦，妈，其实你误会啊啦，爸伊根本无袂记的。迄一天哦，伊搁特别去买一个旋酒要送你呢。哎呀，拢是我唔好，我无需要替讲话。我甲伊结婚25年啊。伊的心内敢有我伫个心内敢有遐尼重要？爸，你转来了。你来真哎呀，恁拢咧等我，歹势。爸，这入水安尼啦。这落来。姐，头家啊，小姐等你几工呢，拢还未食呢。哦，有小食的哦。买茶来吼。小等下啦。来。我老党的赏你1000块，你得咧哈。无咯，头家你。得咧啦。爸，你要倒休困无？啊，毋是讲有小食，小食是对啦。爸，你啉伤多啊啦。哦，足忝嘞。嘿，小食伫遮啦。小食，你看起来足面熟的呢。好啊啦，爸。啊，咱是伫倒一间酒店要等过。爸。小姐。爸。哦，你闪啦。小姐，你定定坐我的台吼。妈，爸，你莫听后白讲。小姐，今仔我老党的吼，甲你买全场，吼，你陪我慢慢啊啉啦。闪啦，来啊！先走啦。妈。想要再相逢，想要再相逢，怀念着迄段心痛的恋情。咱真心对待，不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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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土家娘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深深的爱，所有的阻碍，所有的阻碍，挡袂着夜夜梦甜蜜的恋情。重新再来，搁一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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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个娘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深深的爱，想要再相逢。